寸土寸金的日本东京，伫1970年代正试行一款一间3坪左右、那鸟仔间的厝这几档因为这个厝拢旧嘛开始咧拆，最近有部分搬去美国纽约来展出，那么做伙来看卖。阿爸型的房间内有眠床、浴间对外的窗，甲电话收音机、吸盘播放设备。这间虽然细，却设备齐全的主体，就是日本东京代表性建筑中银加隆塔。1960年代，当时日本建筑师、设计师联手推行的大社运动事件，建筑师河川纪章设计出这座由110座的加隆互相嵌合而成的主体了后，1970年开始动工兴建，搁伫1972年完工了后启用。The Nakagin Capsule Tower is the most famous example of metabolist architecture, an architectural movement that started in 1960 in Japan and viewed architecture, buildings, and cities as living organisms that could grow and evolve and change over time. 只是随着使用年限，这个加隆主体开始出现漏水、后期现象。虽然真侪厝主支持重建，不过最后跳图公司伫经济衰微的时期破产，造成无缘重建。摆伫建筑中有15间加隆房的前厝主坚田达志，也加做建筑保护甲修复的核心成员之一。一直到2022年4月，中间加隆塔因为旧也被抗力使用，开始进行拆除，保留14个加隆了后，开始运集各地博物馆展出，协助国际人士了解日本的建筑历史。其中一间编号 A1305号的加隆房，就送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What we see is this miniaturized living interior or an inhabitable capsule that is about 100 square feet large. And it was intended for people to be able to spend the night in Tokyo, especially if they were workers or salarymen. 因为加隆房的用途一直演进，嘛加做学生宿舍、图书馆，甚至对街房。这场展览有计会继续到明年的7月中旬，让参观的人好好体验加隆塔的多重生命。公司新闻陈时同编译。